2459。此礼乃率公卿百僚救援陵而创焉。尚书星号毕，星号星号皆星号西星号，必谓星号星号既设星号神座，天子是王儒。世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必会王侯大夫郡。国既立各项神座而言，庶几先帝神魂闻之。今者日月久远，后生非时，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以明帝圣孝之心，轻服3年，久在园林，初心此仪，养察己言，下顾偶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雍见太傅胡广曰：国家里有繁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广曰：然。子以载之，以是学者。雍退而继焉。余焕曰：孝民以正月旦，百官集祀。方来朝者，上元灵昭礼，是谓甚为古不目祭之意。臣昭以为。雍之言然。著武丁符汉仪曰：昼经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8月成，名昼酒。因辛号和辛号辛号令辛号诸侯助祭共经。汉律经部令曰：皇帝斋宿，亲率偶臣承祠宗庙，偶臣一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律1000口奉金4两，其不满1000口至500口亦4两，皆会纣少府寿。右大红炉11九针，交指日南者用。犀角长9寸以上，若橘帽甲衣，玉翎用象牙长3尺以上，若翡翠各20，准以当今。汉书仪曰：皇帝为8月昼，车驾喜生，牛以降一之。皇帝目视生，以见遂取水于月，以火遂取火于日，谓名水火。左袒以水握牛右肩，手执鸾刀，以切牛毛见之。而及更衣，辛号经，辛号是辛号中辛号上熟，乃4辛号之辛号。凡斋，天地7日，宗庙山川5日，小祠3日。斋日内有污染，解斋复萃行礼。先斋1日，有污秽灾变，斋4如仪。大丧为天交月服而斋，地以下皆100日后乃斋，如故事。注一位文帝诏曰：汉室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长于殿下。TG 2460。东面拜日，凡谢4家人之事，非是天交神之道也。于是朝日，东门之外，将祭必先细生，其仪如交。正月甲子，若丙子未吉日，可加元服，宜从冠礼。成于初，辛号加辛号资不进贤，赐爵变，赐武变，赐通天。辛号以具辛号辛号冠器辛号，皆于高祖庙如礼宴。一王公以下出家进贤而已。2. 注一冠礼曰：成王冠。周公使祝庸辛号祝王辛号，曰：此法而物多也。祝庸曰：辛号使王辛号近于民，远于年，远于佞，近于义，色于辛号时，惠于辛号才，任贤使能。国务记曰：孝。昭帝冠辞曰：陛下痴显先帝之光耀，以成皇天之嘉禄，亲奉仲春之吉辰，虎尊大道之交遇，秉律百福之修灵，使家昭明之元福，推远冲儒之幼稚，运积文武之旧德，肃勤高祖之清妙。六合之内，你不蒙得永永与天无极。献帝传曰：辛平原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加卫兵，加赐玄勋4马。辛号赐辛号贵人，辛号公主，辛号辛号王，公辛号卿，司隶辛号校尉辛号成。蒙武校级侍中，尚书给事黄门侍郎各1人为太子舍人也。注2献帝起居注曰：建安18年正月壬子，祭北王加冠。户外以见父母。给事黄门侍郎刘瞻监侍中，加貂蝉家祭北王。给之。正月天交，细生。一昼漏未尽18刻出纳，夜漏未尽8
客出纳二进熟县，太祝宋玄皆就辽尉，载助举火凡柴。果然，天子在拜，兴有司告事毕也。明唐武教宗庙太社稷六宗系生，皆以昼漏星号未尽，星号14客出纳，夜漏未尽7。客出纳进熟县，宋神还有司告事毕。六宗凡辽，火大燃，有司告事毕。TG 2461，注意周礼斩生，干宝约若精细生。右交仪先交，日未不五克细生，公卿金引西关西至潭东就位，太助立迁生入。道榜领西令贵曰请省生，举手曰图，太助令绕生，举手曰冲。太史令迁生就袍，星号以二桃星号斗着毛穴，其一殿天神座前，其一殿太祖座前。今之交似然也。祝二干宝州官注曰纳亨纳，生将告杀，未相继之。星号辰，星号星号辰星号也。正月始更，一昼漏上水出纳执事告辞先农，以享。二更时，有司请行事，就更为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矣。四更，三立田种各幽气，有司告事毕。四是月令曰郡国守，乡皆劝民始更如仪，诸行出入皆民中，皆作乐。其有灾省，有他故，若晴雨止雨，皆不民中，不作乐。五注一月令曰天子亲宰累四，错之参保戒之御贤帅三。公九卿公耕地界，卢植注曰地天也，界耕也。注二贺巡界田仪曰汉庚日以太牢祭先农于田所。春秋传曰耕界之礼为斋3日。左传曰与人借道。杜预注曰借道履行之。薛纵注二经赋曰为天神，借名利于此田，故名曰地界。田在国之臣地。干宝州里注曰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界田，盖其意。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治其效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则不愧也；三曰闻之子孙，公之稼穑之艰难无。星号为星号星号一星号也。TG 2462。注三正玄注周礼曰天子3推，公5推，卿诸侯9推。庶人忠于千亩，庶人未徒300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书劳，故3公5推。礼自上以下降杀以两，劳是反之。诸侯上当有孤卿7推，大夫12，是中母可知也。卢植注礼记曰天子更界，一发9推累。周礼24未偶，一4之罚。广尺深尺，罚发也。天子及3公，坐而论道，参五执事，故3公矣。五位数，卿诸侯当就成天子之执事，故以9位数。罚皆3者，礼以3位文。注4史记曰汉文帝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界田，正公耕，以给宗庙滋盛。应少曰古者天子耕界田1000亩，为天下先，界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应少风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界，故曰界田。郑玄曰界之言界也。王亦耕之，使庶人云自中之。卢植曰界耕也。春秋传曰与人借道，故知界未耕也。韦昭曰借名利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虑天下，使务农也。杜预注曰与人借道，其君自出借道，盖履行之。赞曰借道戒也，本以公卿位义，不得以假借位称也。汉书仪曰春始冬耕于界田，观辞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此以仪太牢，百官皆从，大赐3府2，百里孝悌，立田3老伯，种百谷万斛，为历界田仓制令。成
古皆以给祭天地宗庙偶神之祀以为资盛。皇帝公秉，累四二更，古未殿师官。贺询曰：所种之谷属稷同。陆早也，同晚也。但宝周礼注曰：同晚星号古星号。西道之属微星号灵星号星号早星号古属稷之属。注武春秋士科曰：汉家郡守行大夫礼鼎祖编斗宫歌。宪何修曰：汉家法陈师治守乡故行其乐也。PG 2463。仲春之月，立高梅祠于城南，祀以特生。注一月令，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祠。诗曰：克因克。以服五子。毛常传曰：服去五子求有子。古者必立，交眉焉。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交眉，天子亲往，后妃率酒。平玉乃李天子所欲代以攻读，授以公使于交眉之前。郑玄注云：服之言服也，因祀上帝于交眉，以服五子之，及而得服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梅祀也，即是先见之象也。盖为人所以其子孙之祀。玄鸟感阳而至，其来主位。俘虏波兹，故重其至日，应以用事。弃母简狄，盖以玄鸟至日，有事高美而生气焉。故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独公一也，自以高梅之命，引之以礼，待以公一，尚使得难也。离骚曰：简狄在台库何宜？玄鸟至星号，胎星号星号宜星号女何家？王毅曰：言简狄氏地库于台上，有飞燕堕其卵，加而吞之。因生气。郑玄注礼记曰：后王以为梅官嘉祥，而立其祠。卢植注云：玄鸟至时，阴阳中万物生，故于是以三生请。子于高梅之神，居明显之处，故谓之高。因其求子，故谓之梅。以为古者，有梅氏之官，因以为神。晋元康中，高梅坛上石破，诏问出。何经典朝事莫之。博士述方答曰：汉武帝晚的太子，始谓立高梅之祠。高梅者，人之先也，故立时为主，祀以太牢。明帝永平2年3月，上使率偶陈供养三老，五更于辟雍。一行大赦大礼。郡县道衡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生矣。选三于是七交礼乐三庸之意备矣。PG 2464。注一孝经元神器曰：尊三老者，父相也。业者奉己安。车朵轮公虽直星号寿，凶星号是五更，重以度皆礼交融，谦恭。顺茂。宋君曰：三老，老人之天地人事者，奉己寿三老也。而车坐乘之车，过轮普理轮。公虽三老就车，天子亲职虽受之。五更，老人之五行更待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宠义之也。郑玄注礼记曰：皆年老更是治事者也。云三五者，取象。三乘五星，天所应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之，三得五事者也。应少汉官仪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车朵轮，宋迎至家，天子独拜于平。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就也。五者训于五品，更者五世长子。更相待，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守妻，男女玩具。陈昭案还容五更，后除兄子2人补410则，容非长子矣。蔡邕曰：五更，长老之称也。注2元山松书曰：天子皮变素姬，亲摄大侯。注3郑玄注以礼曰：狗取则人，孟东亦如之。时渠论曰：
乡社何乐，而大社不和也。为玄成曰：乡人本无乐故，于岁时何乐以同其意？诸侯故自有乐，故不复何乐。郑玄著乡饮酒礼曰：今郡国10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所轨。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耻谓之礼。凡乡党饮酒，必于民聚之时，欲其见化之上贤尊长也。玄冠衣皮便服，于礼义。服前应诏曰：汉家郡县享设祭祀，皆驾事礼而行。之乐县生庆编组，皆如是制。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3公人。民用其德性年其高者1人为老，次1人为更也。一皆服都注，大袍单衣，遭元领袖中衣，冠敬贤，服星号玉，星号王，星号丈。五更 PG 2465，亦如之不丈，皆斋于太学讲堂。2其日，成于先道辟雍礼殿，欲作东乡，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庭交礼，告自坐阶，三老生自宾阶。至阶，天子依如礼，三老生东面。3公设戟，9卿正履，天子轻坦歌声，直将而溃，直绝而应。祝梗在前，祝意在后。3五更南面，恭敬公礼亦如之。4民日皆一缺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5注意卢植礼记注曰：选3公老者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为五更，亦参五之也。注2月令张句曰：三公国老也，五更庶老也。注3礼记曰：天子是传省礼，养老之真句，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反声歌清妙，孝养之师也。注4谯周武经然否曰：汉初或云三老达天子败，遭王莽之乱，法度残缺。汉中兴定礼仪，偶臣欲令三老达败。城门校尉董君伯曰：养三老，所以教士父之道也。若达败，是使天下达子败也。赵从君意，谯周论之曰：礼失服上服，有以非亲之故达子败，是见一国君亦达败，是皆不得是有子也。于喜曰：且据汉仪，于门平交礼，交礼即达败。中兴谬从，君意后革之，深得其意。注5前书李乐志曰：显宗兴号殷，兴号宗，兴号4光武皇帝于明。唐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矣。俄化为流洽者以其李乐畏惧偶下无所颂说，而详叙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譬如魏山，魏城一篑，止无止也。是月，皇后率公卿诛侯夫人残，一辞先残，礼以少劳。2注意丁服汉仪曰：皇后出乘鸾鹿，卿与盖驾驷马，龙骑9流，大将军7参乘，太仆7御，前鸾骑车，皮宣系戟。PG 2466，洛阳令奉引1000乘万骑，车府令设鲁部驾公卿武营校尉、司隶校尉、河南尹7皆乘其官车，大夫本官授，从其官属。保从皇后至虎贲与灵旗、龙头、黄门鼓吹、武帝车、女骑。加鼓执法御史在前后，亦有金征黄钺武江岛。丧于残宫，守3盆于简馆，毕海宫。乐令曰：晋妇人无官。按古永对称4月壬子，皇后残丧之日也，则汉丧亦用4月。注2汉旧仪曰：春丧生而皇后兴号，是兴号卿兴号丧于晚中。残氏养残千宝以上，子以终劳养史，兴号金，兴号祭兴号残神曰婉与妇人，御史公主。凡2神，偶臣妾从丧骸，献于简官，皆赐从丧者兴号，乐兴号司兴号。
皇后自行。凡蚕丝絮之事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偶星号辰星号星号神星号50之服，其皇帝的以作吕缝衣星号皇后星号，俄以作金絮而已。制蚕官令呈诸天下官星号下法星号皆一蚕事。星号亦星号星号与星号妇人从事，故就有东西之事作星号法星号星号至星号。晋后辞先蚕，先蚕坛高1丈，方2丈，为4出壁，壁广5尺，在采桑坛之东南。是月上巳，官民皆结于东流水上，曰洗濯服除去宿垢称谓。大节，节者言阳气不畅，万物气出，使节之矣。一注一谓之系也。风俗通曰：周礼女巫长岁时以服除疾病，系者节也。春者蠢也，蠢星号蠢星号摇动也。尚书以应仲春，绝明晰，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论语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5、6人，童子6、7人，欲乎夷，风乎舞于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理。今3月上巳，服系于水滨，盖出于此。设赌服系复曰巫咸之徒，丙火其服，则巫助也。一说 PG 2467云：后汉有郭瑜者，3月上巳产2女，2日中并不育，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日会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其瓤自结着，谓之系。此引流行商，遂成取水。韩诗曰：郑国之俗，3月上巳之情，为凉水之上，招魂续魄，丙兰草，服除不祥。汉书8月服罢水，亦思义也。后之梁史亦据未正。陈昭曰：郭瑜之说，良未虚诞。驾有数名巡内邀其2女，何足今彼风俗？称谓是几乎？杜笃乃称王侯公主祭于富商，用事一落为曼玄黄。本传大将军梁商，亦割弃于洛系也。自谓不复用。散日水淹者焉。PG 2468。后汉书至第5，礼仪中立下秦羽拜皇太子，拜王公陶应皇交立秋出流岸户慈心。立冬，冬至腊旦我土牛遣卫士朝会立夏之日，夜漏未尽5克金，都百官皆依敕，只记下一黄交。其礼辞特继承。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与则。若少，星号府、星号郡县各早除社稷。其汉也，公卿官常以次行于礼求雨。一必诸阳一造新土龙，2立土人5同2邑，7日一变如故事。3反居诸，所星号迎星号社，伐诸谷。4捣散以少劳如礼。5注意公羊传曰：大禹，汉纪也。何修注曰：君亲之。南郊以6事谢过，自责曰：正不善语。民师止语，公事重语，父业盛语，包居行语，禅夫唱语，使同男女各8人5而呼鱼，故谓之鱼。春秋繁露曰：大旱于季而晴雨，大水鸣谷而公。设天地之所谓，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星号怒，星号星号公，星号焉和。星号如星号也。曰：大旱，阳面阴也。阳面阴者，尊宴卑也。故其意也，虽大圣，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圣尊也。以见临贵者逆节，故鸣谷而攻之，诸斯而。PG 2469。邪之，谓其不义，此亦春秋之不畏强欲也。变天地之谓正阴。阳之序，星号真，星号星号直，星号行其道而不星号忘，星号星号忌，星号其难，义之至也。右仲书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损阳益阴。
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住者1月租赐诸屋者，诸屋无大小皆相聚于郭门，为小坛，夷服9骑。女独则宽大便处夷服，服便无内丈夫，丈夫无得相从饮食，并立7个往事其夫，皆到即起与住而已。夫前著左传曰：大鱼，夏季天明。鱼，远也，远谓白骨球。高鱼也，龙见而鱼，龙角亢也。谓4月，龙心体健，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鱼既以求鱼也。亦说大鱼者，寄于地而其鱼也。亦说交4天其农事，鱼寄山川而其鱼也。汉旧夷求雨，太常岛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塞，各如其长。劳礼也。4月立夏旱，乃求于岛屿而已。后旱复众岛而已。气立秋，虽旱不得岛求鱼也。注2山海经曰：大荒东北隅有山，名曰凶狂土丘。应龙，处南极，沙螭有雨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谓应龙之，壮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龙，本此气应，自然敏感，非人所能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名。岛社稷，家人此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抱屋具蛇8日。余邑东门之外为4通之坛，方8尺，直苍增8。其神共工，祭之，以生于8，选9具清9星号伯，星号星号伯星号府，则屋之节轻便口立。此者以为柱，柱斋3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贵臣，臣以复。再拜，乃起。注曰：好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怖成。进清9星号伯，星号星号伯星号府，再拜秦羽。羽姓大树奉生岛，以甲以日为大青龙1，长8丈，居中央。为小龙7，各长4丈，于东方，皆东相其弦相去8尺。小童8人，皆斋3日。PG 2470。服青衣5之，田瑟夫一斋3日，服青衣而立之。星号朱里，星号星号凿星号，射通之于驴外之沟，取5虾柳，错置射之中，持方8尺，深1尺，治水虾柳焉。据清9星号伯，星号星号伯星号府，驻斋3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出。取3岁雄鸡与3岁家猪，皆繁之于4通神宇。令民合一里南门，治水其外，开里北门。据老家猪1，治之里北门之外，服中亦治1家猪。闻星号比，星号鼓声，皆烧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击心而焚之。绝通道桥之拥塞不行者，绝毒之。幸而得与报以屯1、9盐属财足，以毛未袭，无断。下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加人4乘，无举土工。更大郡景，报府于坛，处就于数7日。为4通之坛于邑南门之外，方7尺直。赤增7，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鸡7，选9具清9星号伯，星号星号伯星号府，驻斋3日，服赤1，拜跪，陈祝汝春。乙丙丁日，为赤大龙1，长7丈，居中。又为小龙6，星号各星号长3丈5尺。于南方，皆南乡，其弦相去7尺。壮者7人，皆斋3日，服赤。1而5之。司空瑟夫一斋3日，服赤1而立之。凿射而通之驴外之沟，取5虾柳，错置之中，持方7尺，深1尺。9府记，瞻1赤，拜跪，陈祝汝出。取3岁雄鸡，家猪，繁之4通神宇。开阴毕，阳如春也。稷下岛山林以助之。
令县邑一喜服于邑南门之外。5日，晋男子无得行入服，家人祠中溜，吾举土公，居屋符旁，谓之节盖。魏四通之坛于中央，执黄曾武。其神后继，继之矣。星号吴，星号母武，玄九具清九，星号伯，星号伯，星号府。令各位注，斋3日，一黄衣，皆如春辞。遗物几日为大黄龙衣，长5丈，居中央。又为小龙4，各长2丈5尺，于中央，皆南乡，其弦相去5尺。丈夫5人，皆斋3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一斋3日，依黄衣而立之。一通射中于驴外沟，下柳池方5尺，深1尺，他皆如前。秋报屋至9日，吾举火势，兼金器。家人 PG 2471。祠门魏四通之坛于义西门之外，方9尺，直白增9。其神星号太，星号少，星号号。继之同木于9，玄9具清9，星号伯，星号伯，星号府。110。他如春，乙庚，辛日为大白龙衣，长9丈，居中央。为小龙8，各长4丈5尺，于西方，皆西厢，其弦相去9尺。折9人，皆斋3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一斋3日，一白衣而立之，下柳池方9尺，深1尺。他如前。冬五龙6日，倒于名山以筑之。家人此景，无拥水。魏四通之坛于义北门之外，方6尺，直黑增6。其神玄冥，继之以黑狗子6，玄9具清9，星号伯，星号伯，星号府。祝斋3日，一玄一祝礼如春。乙人癸日为大黑龙衣，长6丈，居中央。又为小龙5，各长3丈，于北方，皆北乡，其弦相去6尺。老者6人，皆斋3日，一黑衣而舞之。为一斋3日，服黑衣而立之。下柳池皆如春。40皆庚子日，令立民夫妇皆偶处。凡求与大体丈夫遇，藏而居，女子欲和而乐。应龙有意，法言曰：象龙之至语，兼以哉龙乎？龙乎？新论曰：流星至语，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被射。谈问求雨所以谓土龙，何也？曰：龙见者，则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原其象类而谓之。注三周礼曰：为武，率而武汉之事。正玄曰：伪，制造然与谓之也。汉叹注阳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时而去之。注四汉就仪曰：成帝3年6月，使命诸官职与诸省反。营舍及古公之，事后水旱常不和。干宝曰：诸司营舍，舍太阴也，诸火色也。司星号为星号离星号属。天子伐古于舍，则偶阴也。诸侯用避于舍，请上宫也。伐古于朝，退自宫也。此圣人之验圣之法也。PG 2472。注武汉书仪曰：武帝元丰日到7月必赛之，秋冬春不求雨。古今注曰：武帝元丰6年5月旱，女及乌丈夫不入室也。拜皇太子之仪，百官会未定，业者引皇太子当欲坐殿下北面，司空当太子西北东面立。如册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喜受东向受太子。太子再拜三击首，业者赞皇太子陈某。星号甲，星号中，星号业者称之曰可。三公升阶上殿，贺寿万岁。因大赦天下，公赐礼毕罢，拜诸侯王公之仪。时官会未定，业者引光禄勋前。一夜，
则引当拜星号者，星号前当作福殿下。光禄勋前一拜，举手曰：至召其以某为某。星号二，星号读册书毕，业者称臣某再拜。上书郎以喜印绶赴侍御史，侍御史前东面立受喜印绶。王公在，拜顿首三星号，下星号。赞业者曰：某王臣某星封，某公某出星号除星号。谢中业者报警谢。赞者立曰：星号谢星号皇帝为公星。星号皆冠，星号重作，受册者拜星号谢起就位。公赐礼毕罢。星号三星号注意丁符汉仪曰：太常驻盖下东向读文，于此意也。注二丁符汉仪有下秦策文曰：为元初6年3月甲子，至诏以大鸿胪秦卫司徒，曰：朕承天序为击鼓，见耳于卫尉。汉府往律就职，进夫五教，五教在宽。左右正宫，宣立四表，保义皇家。于系实为秉国之君，行之绝序，时量天宫，可不甚语。秦星号而星号其星号戒之。注三臣诏曰：汉立皇后，国礼之大，而至无其仪良位。可了。安蔡直所记立宋皇后仪，今取已被缺。云尚书令陈萧仆射陈鼎，尚书陈旭、陈诚、陈滂、陈模、陈毅稽首言。夫为陛下屡干则坤，动和阴阳。偶臣大小咸以长秋宫未定。DG 2473。遵就一典，张表人文，历史乃听。令月吉日，以宋贵人为皇。后应其正位，偶生诏书莫部事务。亦称受资戒指，诗云：甘露百福，子孙千亿，万方幸甚。今吉日已定，臣请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条列礼。仪正处上，偶臣妾无的上寿，如故事。陈萧、陈鼎、陈旭、陈诚、陈滂、陈模、陈毅于案不达大义，诚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至曰：可。为建宁4年7月以位制诏。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之成宗庙，母临天下。故有申星英将任母周2代之龙，盖有内的。长秋宫阙中宫。况谓宋贵人星号承星号丙星号属元之意，体河山之仪，威容昭耀。额冠后庭。偶辽所资，星号人，星号迁，星号曰夷哉。我至师规挂的。承干有司奏议，宜称辅祖，以星号灵，星号母，星号照明。今使太尉喜使持节奉喜寿，宗正祖为父，立贵人为皇后。后齐往见尔谓敬宗礼典，肃慎忠馈，无替朕命，永中天禄。皇后出即位章的殿，太尉使持节奉喜寿，天子临轩，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驻盖下东向，宗正大长秋西向。宗正读册文毕，皇后拜称臣妾，必助位。太尉袭寿喜寿中长。是长星号乐星号秋星号太仆高香侯览长贵寿喜寿，奏于殿前女使。寿节于长贵寿，以寿昭仪寿，长贵以待皇后。皇后服起拜称臣妾。弃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偶臣以赐。初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至比国王，即位威仪，赐福玉玺。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下至，阴气蒙作，恐物不毛。其礼以珠所连昏在弥谋星号仆星号鼓中，以陶印长6寸，方3寸，五色书文如法，以师门户。但以所上卫士，下后是金行作尾。胶盐气胶也。亦因人水的以罗手，甚其闭塞，始如罗也。周人木的以陶味更，盐气象更也。
汉兼用之，故以5月5日 PG 2474诸所五色印为门户事，以南止恶气。2日夏至，尽举大火止。汉古柱、萧时也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郡仅改水日，冬至钻岁改火云。注意风俗通曰，传曰还为有从。吕氏春秋曰辛号汤辛号，使得伊尹服之于庙，勋以还尾。周礼卿大夫之子名曰门子。论语曰谁能出不由护辛号者，辛号。故用为者，欲人之子孙波辛号直，辛号辛号直辛号。不失其类，有如还尾。交者交易，阴阳代辛者也。注二陶印本汉制，所以服卯金未除之也。先立秋18日交皇帝，是日夜漏未尽5刻，京都百官皆一黄。至立秋，迎弃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功，歌帝陵，免而直。干期武云桥欲命，所以养时训也。立秋之日，夜漏未尽5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造领园中。一迎弃辛号于辛号百郊，礼毕皆依将至立冬。立秋之日，辛号自辛号辛号白辛号郊礼毕，使杨威武斩生于郊东。门以建灵庙。其仪成于玉荣禄，白马朱列，公职弩射生。生以禄弥，仪太宰。令业者各一人，载辛号以辛号货车持辛号，辛号送灵庙。辛号于事成，于辛号还公，遣使者积数帛以赐武官。2武官一兵，袭战阵之仪，斩生之礼，名曰出流。兵官阶一孙，无兵法64阵，名曰成之。3立春，遣使者积数帛以赐文官。4出流之礼，辞先于执事告先于以烹先食。有司辛号告辛号，乃群巡射生。或车毕，有司告事毕。5 PG 2475注1月令曰，天子乃立辛号，辛号辛号是辛号，执公遐时以列。月令张句曰，卿执公以射秦，所以教赵明辛号，载辛号战士也。40贤习，以救无辜，以罚有罪，所以强逼保民，安不妄为也。注2汉官名制曰，赐太尉、将军各60匹，执金无珠；校尉各30匹，武官备于文官。注3月令，孟冬天子讲武，习射御角力。卢植注曰，角力如汉家成之，引辛号、御辛号、辛号官、辛号踏局之属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猎，以习武容。月令张句曰，季荣士之教于田猎，武士不可空射，必有以戒，故既教于田猎，贤义武兵。天子诸侯无事而不田位不敬，田不以礼为报天物。周礼司马以其治民，平列阵如战之阵。王直陆谷诸侯直，奔谷军将直进谷，师帅直蹄，旅帅直皮，卒长直挠，两司马直夺，公司马直着，以教作进退及徐书数之节。士卒听声，是其随而前烂，故曰师之耳目，在无其骨。春教阵旅以搜田，夏教拔蛇以苗田，秋教治兵以显田，冬教大乐以授田。春夏事，行礼取秦公事而已。秋者杀时，田猎之政，其礼胜。独断曰，巡狩辛号校辛号猎。还公卿以下陈洛阳都亭前街上，成于道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车公卿辛号卿辛号是颜色，然后还公。古语曰，在车位下，为辞时施行。魏书曰，建安211年3月，曹公卿耕界田，有司奏40讲武于农系。汉承秦制30不讲，为10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武营事魏。八阵进退，名曰成之。今阁未演，市民素习，可无40讲武。
但以立秋则即日大朝车骑，号曰至兵。上合李明，下承汉制也。祝祀汉官民制曰：此司徒、司空帛40匹，九卿15匹。古今注曰：建武8年立春，赐公15匹，卿10匹。注五古今注曰：永平元年6月乙卯，初令百官出吕白。PG 2476。木阶霜。风俗通称韩子书山居古籍者，驴拉而治水。楚俗常以12月季饮食也。又曰辛号，当辛号、辛号长、辛号、辛始杀、辛号也、辛号10辛号辛，辛号曰出驴。仲秋之月，县道皆按户比名。年始70者，授之以王杖。戊之弥州89时，里有加赐。王杖长辛号9，辛号尺，端以鸠鸟位。是鸠者，不耶之鸟也。遇老人不耶，是月也。祀老人兴于国都南郊老人庙。季秋之月，祠兴于城南潭兴兴庙。立冬之日，夜漏未尽5刻，京都百官皆依造迎泣于黑郊。礼毕，皆依降至冬至绝世。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世不听政，则即臣儿。后省事。绝世之日，夜漏未尽5刻，京都百官皆依降至立春。诸5时变服，执事者先后其时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阴阳癸景长短之极，为气之所生也。一故，使八能之士8人，或吹黄钟之律咸鱼，或撞黄钟之钟，或渡癸景泉水轻重，水一升，冬重13两。或及黄钟之庆，或鼓黄钟之色，枕弦9尺，25弦，弓处于中，左右未伤，征角羽。或及黄钟之鼓，先知3日，太始夜之。至日，夏时4梦，冬则4重，其气至焉。注意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兴事，闭关，商吕布。行和。此日因阳气为王者，成天理物，故虑天下静，不复行义。以符柱为气，成万物也。夏至阴气始动，冬至阳气始萌。亦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吕不行。夏至阴时起，反大热和。阴气时起，阳气推而上，故大热也。冬至阳时起，阴气推而上，故大寒也。PG 2477。先气至5刻，太史令与八能之士辛号、郎、辛号、辛号及辛号坐于端门左。属辛号太子，辛号辛号大与辛号具乐器，下赤东黑，列前殿之前西上。中卫端，守宫设席于气南，北面东上，正得席鼓南西面，令尾移东北。3刻中黄门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门。就位。2刻侍中、尚书、御史、业者皆毕。1刻成于青玉。林轩、安体进居以听之。太史令前，当宣6北面跪。举手曰：八能之士已备，请行事。至曰可。太史令稽首曰默。起立少退，故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默。皆旋重定。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咸阴以余。八能曰默。五音各30未阙。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并作25阙皆。音以余。一气。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书板言。是。文曰陈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君道德孝道裸。商臣、角民、征士、语物各一版。否则照太史令各版书，封以造囊，送西壁，贵寿尚书师。邦宣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书授事中常侍营授报文。以小黄门藩徽节度。太史令前辛号曰辛号、辛号白、辛号李毕。至曰可。
太史令前稽首曰莫。太史命巴能是议太官受赐。议者以赐，罢。日下至礼亦如之。二祝仪乐骂徒争曰：夫圣人之作乐，不可以自娱也，所以官得失之效者也。故圣人不取备于一人，必从巴能之事。故状钟者当之钟，击鼓者当之鼓，吹管者当之管，吹干者当之盂，击磬者当之磬，鼓琴者当之琴。故八是星号，曰星号或调阴阳，或调律历，或调五音。故状钟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及磬者以知民事。钟音调则君道德，君道德则黄钟蕊宾之律。应君道不得，则钟音不调，钟音不调，则黄钟蕊宾之律不。TG 2478。应鼓音调则陈道德，陈道德则太簇之律应。管音调则律历正，律历正则夷则之律应。磬音调则明道德，明道德则临终之律应。干音调则法度德，法度德则无赦之律应。琴音调则四海和岁气，百川一和的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德，如此则姑喜之律应。五乐皆得，则应中之律应。天地以和气至，则和气应；和气不至，则天地和气不应。中音调下沉以法贺主，鼓音调主以法贺臣，磬音调主以得失于百姓，琴音调主以得及四海。巴能之事，常以日东至成天文，日下至成地理。作阴乐以成天文，作阳乐以成地理。注二采庸独断曰：冬至阳气始动，夏至阴气始起，迷路矫解，故请兵鼓。身欲凝，志欲静，故不听事。吟诵星号，繁田列星号，星号5日。罢星号者，岁中大忌，纵立明宴饮，非淫气，故旦宋不淫。正月岁首，亦如腊仪。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鼓以动息，钟以止息，故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季冬之月，星回岁中，阴阳已交，劳农大享腊。一注意高唐龙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中而腊。火生于寅，盛于午，终于戌，故火加以午祖，以戌腊。秦晋曰：古礼出行有祖祭，岁中有腊腊，无正月必祖之祀。汉是以午祖，以戌腊。武南方，故以祖。冬者，岁之中，务必成，故以戌腊。而小数之学者，因谓之说，非典文也。先腊1日，但我一谓之主义。二其宜，选中黄门子弟年诏10岁以上12以下120人为镇子，皆斥责造制，执大鼓。三方乡试黄金4木，蒙熊皮，悬衣诸上，执歌扬盾。12受有 TG 2479。一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境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业者、虎贲与琳琅将直，是皆斥责必颤。呈于御前殿。黄门令奏曰：镇子备，请逐。议于是中黄门唱，镇子和曰：假作石歹兄，废位石虎。熊博石妹，藤简石不祥，懒诸石臼，博其石梦，强梁祖民共。石者死既生，尾随石棺，错断石具，穷其藤根共石骨。凡史12神追恶凶，贺女躯，拉女干，节女肉，抽女肺肠。女部即去，后者未良。四应作芳香与12受击，恍惚周媚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一出端门。午门外邹骑船具出宫，司马缺门外5迎骑士船火气落水中。
600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模。人是气射桃梗玉雷，尾交臂直视臂者罢。七为己桃杖，以次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八注意谯周论语注曰：魔烂之也。注二汉就疑曰：颛顼氏有3子，生而亡去为异鬼。易居江水是谓星号，虎星号星号虐鬼星号。易居若水是谓亡两遇鬼。易居人公事趋于星号，偶语星号善惊人小儿。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阴，恐未所易故。命有司旦我，所以扶阳一阴也。卢植礼记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注三汉就疑曰：方相率百利及同星号，女星号星号子星号，以桃胡。即使土谷谷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撒之。谯周论语注曰：宜为始射之。薛纵曰：朕之言善，善同幼子也。注四东京赋曰：星号捐，星号星号烧，星号魑魅啄郭狂。斩尾蛇。卯方良。求耕父于青陵，逆女拔于神黄。残魁须于网象异，众而兼有光。入曰：魑魅山泽之神，郭狂恶鬼，尾蛇大如车骨，方良草泽神，耕父女拔皆汉鬼，恶蕊故求逆。PG 2480，于水中时不能为害。魁须网象木石之怪，众游光，兄弟8人，恒在人闲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魁网，两水之怪龙网象。星号辰，星号星号为星号昭曰：木石星号为星号山，星号怪星号也。魁一族，越人为星号之星号山，王两山精好学人，生而迷惑人。龙神物也，非所常见，故曰怪。网象食人，一名目。皮苍曰：郭狂无头鬼。注五东京赋曰：黄火池而星流，逐赤异于4亿。注曰：黄火光，逐金走，黄然火光如星驰，赤异异鬼恶者也。镇子河3行，从东去上，西去下。注六东京赋注曰：忏室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在忏室外。为3步更送至落水，凡3倍逐鬼投落水中，仍上天池，绝其桥梁，使不复渡海。注七山海经曰：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千里，其碑之门曰东北鬼门，万鬼出入也。上有2神人，一曰神徒，一曰玉雷，主月领西鬼之恶害人者，执以为所而用时。虎。于是皇帝法而相之，驱除弊，因立桃梗于门户上，画玉雷池为所，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史记曰：冬至，于盘木。风俗通曰：皇帝星号书星号上古之时，有神徒与玉雷兄弟2人，性能止鬼。桃梗梗者更也，岁中更始，受戒指也。苏秦说孟尝君曰：屠偶人与桃梗，今子东国之桃木，萧子谓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及至生时魑魅者也。注八汉官名制曰：大将军、3公、腊赐钱各30万牛，肉200斤，羹米200斛，特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上书丞郎各15000，千石610个7000。是御史业者议，郎尚书令各5000，郎官兰台令史3000。中黄门羽林虎 PG 2481，分事2人共3000，以为当辞门户职各随多少收也。是月也，立土牛6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汗。注1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星号，
会辛亥辛亥昏辛亥见丑丑未牛。韩将及是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宋达之，且以生阳也。详浅故魏氏仪百官会未定，业者持节引故魏氏入自端。门魏司马直藩征户行，行定是御史持节未落，以赵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必想赐作乐，官以脚底。乐却罢遣，劝以农桑。一注益州里辛亥，曰辛亥服10以下，则有虚有图。郑玄注曰：此魏民给徭役，若今谓辛亥是辛亥矣。蔡邕曰：见客平乐，享位，是归伪状官也。每辛亥月朔，辛亥岁首，辛亥正月，辛亥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客钟鸣受贺。及至公侯币重2000石，2000石高，1000石600石砚，400石以下至。一百官贺正月，2000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三举商誉座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时举之乐。百官受席宴享，大作乐。四其美硕，为时月旦从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岁首也。五祝仪献帝起居注曰：旧典服长直宴，建安8年始令职。至注2决1要注曰：古者昭惠皆直至，侯伯直归子。PG 2482。南直弼，孤直皮薄，青直高，大夫直宴是直至。汉魏初一，其至正旦大会，诸侯直玉璧，见以鹿皮，公卿以下所直如骨。礼古者一皮，故用皮帛为璧。欲以象的璧以称是，不以获美礼，数修不余生，宴衣不欲祭服，轻重之宜也。注三蔡邕独断曰：三公奉璧上殿，相欲坐北面太长。赞曰：皇帝为君心。三公服，皇帝坐，乃进璧。古语曰：欲坐则起，此之谓也。注四蔡直汉仪曰：正月旦，天子幸的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辛亥为辛亥朝贺。蛮莫胡羌朝贡毕，建蜀郡既立，皆辛亥毕辛亥进平辽。宗室诸流辛亥杂辛亥辛亥清辛亥会万人以上立西面，为辛亥公纳。建太官赐19西入东出，辛亥既定上寿。辛亥偶辛亥既立中庭北面立，太官上10赐偶辰9时，辛亥西入东出辛亥。辛亥共事辛亥御史4人职。法殿下虎贲羽林辛亥章辛亥辛亥胡辛亥公辛亥撮辛亥辛亥辖辛亥使必及左右戎头逼近陪前向后，左右中郎将辛亥柱辛亥辛亥为辛亥东。辛亥西辛亥辛亥南辛亥羽林虎贲将辛亥柱辛亥辛亥为辛亥东北武关江。辛亥柱辛亥辛亥为辛亥中央西作就次。作九兵辛亥撤辛亥辛亥散辛亥乐。设立辛亥受辛亥从西方来，系于庭集，乃必入殿前，积水化为比目鱼。跳跃奏水，作物张日。必化成黄龙，长8丈，出水鳌系于庭。炫耀日光，以2大丝绳系2柱辛亥中头，辛亥弦相去数丈，2唱女。瑞武行于绳上，对面道逢，切肩不轻，右踏菊出身，藏行于构中。中庆并作，辛亥唱辛亥乐必坐于龙蔓延。小黄门吹3通，业者引公卿偶臣以次拜为行出罢。卑官在前，尊官在后。德阳殿周旋容万人，壁高2丈，皆文石座坛。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做工业之好，侧以青翡翠一柱3拜涛以赤题。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道演诗去功。
43里，望朱崔武阙德阳，其上玉律与天连。洛阳宫阁 PG 2483。步云德阳宫殿南北行7丈，东西行37丈4尺。注武蔡邕曰：偶臣朝见之仪，是不晚朝10月朔之故矣。问胡广，广曰：旧仪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平故。省为6月10月朔朝，后复以6月朔盛属，省之。蔡邕离乐制曰：汉乐四品，亦曰大禹乐、点交庙、上陵、殿诸石。举之乐、交乐亦所谓先王以作乐崇的阴见上帝州官。若乐6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离也。宗庙乐，余书所谓。琴瑟仪咏，祖考来驾，是云肃雍和鸣，先祖视听。10举乐，王志为天子时举以乐，州官王大时则令奏钟鼓。2曰周颂雅乐，典辟雍，享社6宗，社稷之乐。辟雍、享社，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社稷，兴好诗，兴好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族者也。礼记曰：夫乐事于金石，乐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是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3曰黄闻鼓吹，天子所以宴乐偶。臣诗所谓侃侃鼓我，敦敦无我者也。其短箫，劳歌君，乐也。其传曰黄帝，其伯所作，以见威扬的风劝是也。拜州官所谓王师大兴号，节兴号兴号县兴号则令凯乐，君大县则令凯歌也。孝章皇帝亲着歌诗4章，列在10举，又置云台12门。诗各以其乐4而奏之。西平4年正月中，出云台12门新诗。下大禹乐观习诵，备声与旧诗并行者，皆当撰录，以成乐制。PG 2484。后汉书至第6。礼仪下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不遇太医令丞江一人，就近所宜药。常药间，进臣中常。是小黄门街先常药过量12。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闲。太尉告请南郊，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告武狱，四渎偶四病倒。求服。疾病，公卿复如礼。注遗汉旧仪曰：地崩，酣以珠，产以提增12重。一玉魏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履。腰以下以玉为扎，长衣。尺星号广，星号2寸半，为匣，下至足，亦缝以黄金漏。星号请，星号珠，衣金链之。凡成于衣服，以玉折葬之，崩皆以链。注2礼记命征曰：天子犯以珠，酣以玉。诸侯犯以珠，酣以星号珠，星号星号必星号。卿大夫是犯以珠，酣以贝。注3周礼，邻人天子丧，公仪盘冰。郑玄曰：仪之言师也，食冰于盘中，置之师末之下，所以寒湿也。汉礼器制度，大盘广8尺，长1丈2尺，深3尺7尺中。注4应少曰：凡与郡国守相主使服，皆以竹剑5枚，长5寸，镌刻篆书第1至第5。张燕曰：服以待古之规章，从简易也。此下大丧服，亦由斯比。注武汉旧制，发兵皆以铜虎服，其余征调主使而已。服 PG 2485。帝和会为大幸，见度失传。注6周礼，长规张毕从虎黄之渠眉书毕。从以练诗。郑思农曰：长外有节庐也。魏规张毕从虎黄皆未开渠，为眉传，杀除以练诗，令之得流去也。郑玄曰：以练诗者，以大练焉加之也。渠眉御史之钩传也，以祖川连6御钩传之中以练诗。
威在左，张在手，虎在右。黄在足，必在背，从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书必从者，通于天地。注七丧大忌曰：君盖用七，三任三数。郑玄注曰：润小夭。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就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奏可。偶臣皆出，即服入会如仪。太尉生自作阶，当就御。坐北面稽首，独侧壁，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受皇太子及皇帝。魏中黄门长兵以御具，随侯珠斩蛇宝剑受太尉告令偶臣。偶臣皆服称万岁，或大赦天下。遣使者召开城门、宫门、坝屯，颤兵。偶臣百官罢，入城丧服如礼。兵官荣。依三公、太常如礼。注意文帝遗诏，无步车及兵器。应诏曰：不失轻车。届世。故事百官5日一会灵，故历2000石。刺史在京都郡国。上计院使皆5日一会。天下立民发丧灵3日。一先葬2日，皆旦不灵。祭葬是服无尽嫁娶辞祀。2左使以下不衣冠则迭代无过3寸。PG 2486。临庭中，丧5吏不责大冠。大司农出见前谷，给6丈不直。以葬大红15日，小红14日，先7日，是服。四部刺史2000石，列侯在国者及官。内侯宗室常立即应由奉奏，诸侯王遣大夫1人奉奏，调陈请。一马路部奏可。注意文帝遗诏，其令天下立民，令到初临3日，是服。注2文帝遗诏，文有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灵者皆无见。见图显也。注3文帝遗诏，殿中当灵者，以旦夕各15举阴，礼毕。罢。非旦夕灵时，竟无得善哭灵。注4应诏曰：红者星号中，星号小，星号祥，大祥以红为领元。星号也星号，先星号者星号坛也。凡36日而是星号服星号。以木为重，高9尺，广容8立，里以尾席。京门丧杖阶。以殿车皆去phủ幡，书部2轮。走卒皆不钩责。太仆星号驾星号4。轮周卫兵车大练为乌木。中黄门、虎贲各20人执服。司空则土造川。太史伯日。夜者2人，中夜者仆射，中夜者副将座。由提杖以覆坑。方时至黄长提凑便房如礼。1注遗汉就一略载前汉朱棣受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罢将迎灵帝，用地7顷，房中用地1顷。深13丈，堂坛高3丈，坟高12丈。武帝坟高20丈，明中高1丈7尺，四周2丈。内子官帛黄长提凑，以次百官藏壁。其设4通县门，容大。车6马皆葬之内方，外置车10。外方立先必赏户，户设业。龙、莫邪剑、伏弩射伏火。以迎灵，余地为西元后灵，余地未结于以下次亲属功臣。汉书音译曰：提头也。凑 PG 2487。以头向内，所以为故也。便房藏中便坐也。黄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以穿柱为方城。其中开4门，4通足放6马，然后错混杂物。汉期增起金宝米谷及埋车马呼报禽兽。发进郡卒徒，至将军位后，以后宫贵姓者皆守园林。元帝葬，乃不用车马禽兽等物。罢驾太仆御。芳香是黄金4目，蒙熊皮，悬衣珠上直。割羊隼，立成4马先驱。一骑之制，长3仞，时有2游夜地。
化日月生龙，书诏曰天子之咎。业者二人力乘6马位。4. 罢驾甘泉鲁布金根戎车，兰台法驾。丧服大行载事如今。跟车。皇帝从送如礼。太常上启殿。夜漏20刻，太尉冠长冠。1-1乘高车，驿殿指车门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进服。拜受诏，太尉亦南郊。未尽9刻，大鸿胪设9兵随立，偶陈入。谓太尉行礼。执事皆冠长冠。1-1。太助令贵读侍册。太尉在拜稽首，至礼告事毕。太尉奉侍册，还驿殿端门。太常上。祖殿中黄门上一凤一灯笼跟车。东原武士载大行，司徒滥行。告立车前，至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星号是星号。册太史令奉哀册立后。太常贵曰进，皇帝进。太尉读事，册藏金匮。皇帝赐科藏于庙。太史奉哀册委前一陵。太尉玄，副宫尉在拜立星号窟，星号。太常贵曰窟，大鸿胪传窟15。举音指窟。太常行浅殿皆如礼，请窟指窟如仪。注一周礼曰：芳香事，大丧先就，即木入矿，以歌祭祀。于星号瓯，星号区，星号方良。正玄曰：芳香，放祥也，可谓不之茂。况川地中也。方良，王良也。天子之至，伯皇常为礼表以时焉。国语曰木石之怪。TG 2488。回王两。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贵曰请。拜送。载车着白系参庙服，长30丈，大7寸，为挽6行。行50人。公卿以下子弟凡300人，皆素则伪帽冠。衣素上。校尉3星号百星号人，皆赤则不冠，将科单衣，持床幡。侯司马承、卫行守皆衔枚。羽林孤儿8余着歌者60人，为6列。我司马8人，执夺先。大鸿胪设9兵，随立临南县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众2000石。列侯星号仪星号直星号9兵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木肃礼嘉县，告东西向如礼。戎车卧坐县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上一凤一就卧坐。车少前，太助进礼献如礼。司徒贵曰：罢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册，掌故在后，以哀。哭。太常贵曰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司徒贵曰请就下位。东原武士奉下车。司徒贵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原武士奉车。入房。司徒太史令奉事哀册。1. 注一进时有人松高山下的竹简1枚，上有2行蝌蚪书之。台中外传以乡试，莫有志者。司空张华以问博士数方。方曰：此明帝显节临终策也。简效果然，是之策用此书也。东原武士执事下明器。一烧8胜，戎3升，2黍1，稷1。麦1，粮1，稻1，麻1，黍1，小豆1。瓮3，戎3升，稀1，海1，蟹1。3黍1。载以木衡，复以书部。5 2，戎3升，礼1，酒1。载以木衡，复以工部。瓦凳1。同史4，宣州中1短颤。同史4，鼓短颤。4铜弓1。爬8，谋8，无斗8，鞭8，行方9壶。TG 2489。8. 韩仪一句，6丈几个1。盖1。中16无句。博4无句。
七庆16无惧。八勋1萧4生1齿1柱1羽1色6秦1虞1柱1坎侯1。九干各各1则。1甲1昼1。10挽车9乘除零36匹。11瓦惩2瓦。补2瓦赠1。瓦鼎12容5升。毫勺1容1升。瓦案9。瓦大杯16容3升。瓦小杯20容2升。瓦饭盘10。瓦酒樽2容。五斗。毫勺2容1升。注意礼记曰：名器，神明之也。孔子谓为名器之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郑玄注记器曰：陈名器，以西行南端位上。注2郑玄注记器曰：烧本种类也，其容盖于鬼同。注3郑玄注记器曰：谢将贵之谢。注4记器曰：侯使1成，骨足短颤。郑玄曰：侯由后也，后物而射之时也。四使曰成，骨足短颤，亦是不用也。生时侯使精足，凡未使5分葛长而与其一。通俗文曰：系毛侯也。注5郑玄注记器曰：谋盛汤浆。注6郑玄注记器曰：盘仪冠器也。注7尔雅曰：大中谓之庸。郭璞注曰：书曰生庸，以贤，亦明伯。注8礼记曰：有中庆而无损句。郑玄曰：不玄之也。注9礼记曰：琴瑟张而不平，余声备而不和。注10记系谓之义气。郑玄曰：则使服。注11郑玄注礼记曰：除灵东毛为人马，谓之除灵神之类。pg 2490。季服一宋皆毕，东原将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鸿胪请哭指星号哭，星号如仪。司徒曰：百官事毕，臣请罢从。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贵曰：请。进赠侍中凤池红洞。赠王圭长尺4寸，建以紫金广帽各3寸，体里赤勋周圆。赠璧玄3勋2各长尺2寸，广冲服。皇帝进贵临县道防护，西向手下赠头红洞众3。东原将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贵曰：皇帝进再拜，请哭大红。卢传哭如仪。太常贵曰：赠事毕，皇帝卒就位。一容跟车游。载容一。司徒至便殿，并鼓其皆从容车御帐下。司徒贵曰：请。就卧倒灯。上衣凤衣，以次凤器衣物藏于便殿。太注进。礼献。凡下用漏10克。礼毕，司空将校覆土。注一序汉书曰：明帝崩，司徒报御典丧事，葬日3公。入安子宫，还至县道办，逢上御下，御前叩头言礼天。子弘洞以赠，所以众交庙也。陛下奈何冒危险，不以一歌哀？上即还。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粗服，服大红，还弓反炉，立主如礼。丧木竹尺2寸，不舒适。于礼毕，复于庙如礼。一。注遗汉旧仪曰：高帝崩3日，小烈士中下。坐立木主，长8寸，前方后圆为1尺，至中望外，内张挠续以张外。以号木大如指，长3尺4枚，缠以号皮四方至中，主居其中央。7日大练官，以属范阳蛇祭之中。以葬收主。魏木韩藏庙太室中西墙壁坎中，望内外不出侍堂之上。座位5。11冠履戟杖烛龙。魏永人无头，坐起如生时。皇后主长7寸，为9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长9寸。上 PG 2491。
临给立木，长安祠庙作神主，东园密器作子官，肃穆长丈3尺，重广4尺。先大驾日游冠衣于诸宫诸殿，偶臣阶级服从会如仪。皇帝近臣丧服如礼，立大红，服小红，11生都不练冠。立小红，服仙；立仙，服硫磺，冠长冠。近臣及2000石以下皆服硫磺冠。百官依造，每便服从哭一灵会如仪。既以特生，不尽毛血手。司徒光禄勋备3绝如礼。1. 注意古今铸句载地0丈尺青母，今复之后焉。光武元陵，山方323步，高6丈6尺。原4出司马门，寝殿中具皆在周园内。皮丰田12顷57亩85步。帝王世纪曰：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洛阳15里。明帝显节，陵山方300步，高8丈。吴州园为行马，4出司马门。10. 殿中具在行马内，寝殿原省在东，原4立舍在殿北。皮丰田74顷5亩。帝王世纪曰：故复受庭也，西北在洛阳17里。张帝晋陵，山方300步，高6丈2尺。吴州园为行马，4出司马门。10殿中具在行马内，寝殿原省在东，原4立舍在殿北。皮丰田25顷55亩。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39里。河地甚陵，山方380步，高10丈。吴州坦为行马，4出司马门。10殿中具在行马内，寝殿原省在东，原4立舍在殿北。皮丰田31顷2，10亩200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41里。商帝康陵，山周208步，高5丈5尺。行马4出司马门，寝殿中具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原立4舍在殿北。皮丰田13顷19亩250步。帝王世纪曰：高5丈4尺。去洛 PG 2492，阳48里。安地公陵，山周260步，高15丈。吴州原为行马，4出司马门。10殿中具在行马内，寝殿原立舍在殿北。皮丰田14顷56亩。帝王世纪曰：高11丈，在洛阳西北，去洛阳15里。顺帝县陵，山方300步，高8丈4尺。吴州园为行马，4出司马门。10殿中具在司马门内，寝殿原省4立舍在殿东。皮丰田18顷19亩30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西北，去洛阳15里。冲帝怀陵，山方183步，高4丈6尺。为寝殿行马，4出门，原4立舍在殿东。皮丰田5顷80亩。帝王世纪曰：星号在洛阳星号西北，去洛阳15里。直帝晋陵，山方136步，高5丈5尺。为行马，4出星号司马星号门。寝殿中具在行马中，原4立舍在殿北。皮丰田12顷54亩。因寝为庙，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去洛阳32里。桓帝玄陵，帝王世纪曰：山方300步，高12丈。在洛阳东南，去洛阳30里。灵帝文陵，帝王世纪曰：山方300步，高12丈。在洛阳西北，去洛阳20里。献帝禅陵，帝王世纪曰：不起坟，深5丈，前堂方1丈8尺，后堂方1丈5尺，角广6尺。在河内山阳之卓城西北。
去涿城直行11里，斜行7里，去怀陵110里，去山阳50里，南去洛阳310里。蔡直汉仪曰：12陵令见河南，隐无尽也。魏文帝中志略曰：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绝园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世之；园陵之绝，罪在明帝。世事之中以立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世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浑灵万载无为。思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绝之墓也。丧乱以来，汉室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稍取玉匣金缕骸骨。PG 2493，并进是焚如之行也，岂不重痛哉？或由乎厚葬封树丧，或为我戒不义民乎？陈昭案，董卓传，着使吕布发朱棣陵及公卿以下一墓，收其珍宝。卓别传曰：发成帝陵，解金缕，探含积焉。吕氏春秋略曰：审之生，圣人之要也；审之死，圣人之极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于天地之贤，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亲者，若亲之爱其子，不弃于沟壑，故有葬送之意。葬者藏也。以生人心谓之虑，则莫如无动，无动莫如无力。葬浅则狐狸绝之，深则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望奸寇之变，岂不惑哉？民之于利也，犯百仞，设为难以求之，忍亲戚之交以求之。今无此为，无此丑，而为利甚厚，故难尽也。国弥大，家弥富，其葬弥后，珠玉金铜，不可胜计。奸人闻之，转以相告，虽有言行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弥久，生者弥书，弥书则守之弥代。藏器如故，而守之有待，其是故必绝矣。是星号至，星号主，星号为丘陇，其高若山陵，树之若林叟，或设阙庭，都邑。以此事复则可矣，以此为死者则祸矣。罢凡死者，其是万事由一星号，名星号顺星号也。人之寿，久者不过百，中者60。以100与60为无穷者虑，其情故不相当矣。亦以无穷为虑，然后未可。今有名其墓曰：此中有金宝甚厚，不可决也，必谓是孝矣。而谓之阙庭以自表，此何一比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绝之墓矣。而目之所闻见，则其今燕常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自此以上，亡国不可胜数，故其大墓无不绝也。而犹皆争谓之，岂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名，父之不兴号，教兴号孝兴号子，兄之不替弟，皆相一之所宜，而但耕累之劳者也。仍不是耕农，而好先1尺石。PG 2494，知巧穷匮，则何党怜惜而谋明丘大墓？上层不能尽也，此有葬自表之祸也。习尧葬古陵，通数之；舜葬祭服，不变祀；禹葬会稽，不变人图。非爱其废，以为死者星号虑星号也。先王之所恶死者之入，以为减则不发，不发则不入，故必以减而和。乎山原也。宋魏王而东夷绝，齐魏王而庄公星号夷，星号绝，国存而乃若此，又况灭民之后乎？此爱而后葬之故也。欲爱而反害之，欲安而反为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后葬矣。习季孙以于凡恋，
孔子立即而止之，谓无穷虑也。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生告示于祖庙如仪。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典丧事，三供奉制度，他皆如礼仪。一、注意丁符汉仪曰：永平7年，因太后崩，宴驾诏曰：就将发于殿，偶陈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300人接着宿，参以白素，引官挽歌，下殿就车。黄门患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銮鹿、青羽盖4马。龙骑9流，前有芳香。凤凰车，大将军7参乘。太仆7御，星号。女骑家鼓，星号西道。公卿百官如天子交鲁不疑。后河西邓厚葬。安以为宜，自此皆降损于前世也。合葬，县道开通，皇帝夜便房，太常导致县道去帐中。常侍寿至就前，夜伏枯止如仪。辞太常导出，中常侍寿。帐升车归宫。以下反于立主如礼。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午时朝服各一席在陵寝，其余集宴。服皆封以茄祀，藏宫殿后合适。诸侯王、列侯、使封贵人、公主薨，皆另赠印玺、玉匣银。履，大贵人、长公主同履。诸侯王、贵人、公主、公、将军。客进皆赐器，关中24物。使者治丧，穿作帛制，百官会。PG 2495。宋如故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张冠动珠云气化。公，特进张冠黑漆。重2000石以下砍侯妻。一朝臣重2000石，将军。使者调祭郡国2000石，600石以至皇寿，皆赐长车1牛赠祭。一字左使以上达大练皆以朝服。君临调若遣使者，主人免牒。去帐望马首如礼。免牒去帐，不敢以七兄服当尊者。二字王。主贵人以下至左使，送车祈祷从立足各如其官府。载事以拜龙首鱼尾，华不强，勋上周交落前后，云气化为上。重2000石以上有资，左龙右虎，诸鸟玄武。公侯以上加以鹿伏熊。1000石以下资不盖强，鱼龙首尾而已。200担黄寿矣。下至于处士，皆以殿席位强盖。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诸侯王、父、乡、中尉、内10典丧事，大鸿胪奏事，天子使者赠。毕帛载日命事如礼。下临偶陈一粗服如仪，主人如礼。注意丁符汉仪曰：孝灵帝葬马贵人，赠不摇赤服葬。青羽盖4马。就下殿，女侍使200人着素衣挽歌，引幕下就车。黄门患者引出宫门。注2前书甲山上书曰：古之贤君于臣也，尊其绝路而亲之，急则临事之无数，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练大练。以观仆前后谓之服，习衰迭而3临其丧。未练而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可谓经礼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颜色，然后见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世，而令问不忘也。晋起居注曰：太尉贾充薨，皇太子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一汉元明二帝亲临施保故事，皇太子素服未发哀，又临其丧，赞曰：大礼虽简，弘仪则荣。天尊地卑，君庄成功。直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私立，家邦乃隆。PG 2496。后汉书至第7。祭祀上光武即位告天交封禅。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柴榻之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
由柴踏之自然也，故古直略而后文饰耳。自古以来，王公所谓偶祀，至于王莽，《汉书·郊祀志》记着以故今。但列自中兴以来所修用者，以为祭祀制。一注一谢沈书曰：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辛浩义。此辛浩至即邕之意也。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浩，为谭迎于浩之阳，一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交际故事。六宗偶神皆从，为以祖配。天地共读。余生上曰：二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旨，眷顾将命属。秀梨园，为民父母，秀不敢当。偶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100万西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清毒贼，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位。于元所归，趁计曰：刘秀法兵补不到，卯今修得为天子。秀由故辞，至于在，至于3。偶下曰：皇天大命，不可激流，敢不进城。注意春秋宝干图曰：见天子于浩之阳，名曰行皇。PG 2497。注二黄图载元始一罪期，曰元始4年，载恒莽奏曰：帝王之意，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就阳位。辞地于北，主阴翳。元丘向天，方泽泽地。元方阴体。南北从位。凡僚生气，一埋就类。生育简历，位上清玄。气成。豪韶，贵成阴直。天地神所统，故类乎上帝，因于六宗望至。山川颁于偶神。皇天后土，随王所在而是右焉。甘泉太阴。河东少阳，贤师爵位，不合理制。圣王之治，必上当天心，下合地义，中考人事。故曰：凯替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绝路不通。辛浩正月，辛浩在义，辛浩太卦，乾坤合体，天地交通，万物俱出，其律太促。天子亲交天地，先祖配天，先比配地，阴阳之别。一日冬至4天，夏至4后土，均不省方而时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则北辰，川极河，山代宗，三光。西名山腹，百川西流亭乌细则，以类相属，各数至望相续。余是定郊祀，祀长安南北郊，灞甘泉，河东寺。上帝坛园8姑，径5丈，高9尺。毛银去坛10步，竹弓径300步，土银径500步。神灵坛各于其方面3丈，去毛银20步，广星号作星号3星号10 5步。合祀神灵以必从。用辟神道星号，以星号8星号通，广各30步。竹宫内道广3丈，有缺各91步。坛方3丈，拜位坛1如之。为周道交营之外，广9步。营星号6甘泉。星号北辰于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代宗西门之外。为周道前望之外，广9步。列望星号，遂星号道星号乃近前望道外，径62步。坛方2丈5尺，高3尺5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9步。清望雅列望外，径40步。坛广3丈，高2尺。为周道清望之外，径9步。大夫望雅清望道 PG 2498。外径20步。坛广1丈5尺，高1尺5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9步。是望雅大夫望道外，径15步。坛广1丈，高1尺。为周道士望之外，径9步。数望雅士望道外，径9步。坛广5尺，高5寸。
魏州道数望之外进9步。凡天宗上帝公坛，营进3里，周9里，营3重，通8方。后土坛方5丈6尺，毛营去坛10步。步外土营方200步限之。其武灵坛星号土星号星号去星号。毛营如上帝5神去营步数，神道4通，广各10步。宫内道广，各2丈，有缺。魏州道后土宫外进9步，营代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进各60步。坛方2丈，高2尺。魏州道前望之外进6步，列望雅前望道外星号进星号36步。坛广1丈5尺，高1尺5寸。魏州道列望之外进6步，清望雅列望道外进35步。坛广星号1星号丈，高1尺。魏州道清望之外进6步。大夫望雅清望道星号之星号外进19步。坛广8尺，高8寸。魏州道大夫望之外进星号9星号星号6星号步。是望雅大夫望道外进12步。坛广6尺，高6寸。魏州道士望之外进6步。梵地宗后土宫坛营方2里，周8里。营在众，道4通。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清交祭天。南郊以地配望至山川，媚于偶神。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差在东，共劳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劳而食。日冬至，时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偶阳。夏至，时有司奉祭地旗于北郊高皇后配儿望偶阴。天地用生2，凡辽一埋用生1，先祖先比用生1。天以生左，地以生右，皆用属祭极乐。2年正月初至交诏于洛阳城南7里1号。采元始中故，是魏元坛8壁中右为众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DG 2499。其外坛上为5地位，青地位在甲寅之地，赤地位在丙巳之地，黄地位在丁未之地，白地位在庚申之地，黑地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位尾众营皆子，以向子宫。有4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偶神列中。8壁第58坠和464坠。5地壁郭第72坠和360坠。中营4门，门54神和216神。外营4门，门108神和432神。皆备营内乡。中营4门，门封神4，外营4门，门封神4和32神。凡1514神。营即为也，封土柱也。备中营神5。星也，即中星号宫，星号官，星号宿5官神及5岳之属也。备外营神28宿外星号宫，星号官，星号星，雷公、仙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至7年5月，诏3公曰：汉当交尧。其与卿大夫博士议。时是御史杜陵上书，以为汉起不因元尧，与殷周一夷，而就制以高地配。方军师在外，且可如元年交祀故事。上从之，语在临传。1. 注意东关书载杜陵上书，西于本传。曰：臣闻银河洛以为名，克基夫以为刑，封疆划界以见诸侯，景田神亦以攻国。用3代之所同。及至汉兴，因时宜趋事务，胜凡科取实。是不苟贪高亢之论，是以去土中之京师，就关内之远都。除
入刑之重律，用坤乾之轻法。郡县不治世禄之家，农人30儿。税一，正卑易行，礼简易从。民无余志，思养汉的乐成汉祀。基业特起，不因缘遥。遥远于汉，民不小信，言提其耳，终不越狱。后既尽于州，民户知之。事具以兴，积由其作，本与汉意。交祀高帝，承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由。PG 2500，事主不失先俗。偶陈迁见谢，考绩不成，9载乃及。宗庙制，众悉心难为，不可足改。诗云不迁不忘，律由旧章明。当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旧制，以解天下之祸，何于易之？所谓先天而天不为，后天而奉天时义。方军师在外，即可。且如元年交际故事，陇属平后，乃增广交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一天帝、高帝、黄帝各用独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独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独一头，凡用独6头。2日月北斗，共用牛1头，4引偶神共用牛4头，凡用牛5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号、玄冥及云桥、玉命5。中营4门，门用席18枚，外营4门，门用席36枚，凡用席2。百一16枚，皆晚殿，律一席3神。日月北斗无碧锅坠。祭送神，星号坟，星号辽，星号祖10余坛南4地。3注仪汉旧仪曰：祭天星号，祭星号居星号子坛卧为高皇帝。星号祭星号配星号天，居堂下西向，干为帐干席。勾命诀曰：自外至者祭主不止，自内出者祭匹不行。注2汉旧仪曰：祭天养牛5岁至3000斤。按礼祭曰：天地之牛角简利，而此云5岁本质用独是也。注3周礼，凡以神事者掌3辰之法，以有鬼神指之居，辨其名物。正玄曰：由土也，居未作也。天者偶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者位也。以此图天神人鬼地其之作者，谓不计稀寡。与其居具，孝经说交祀之礼曰：凡辽扫地，祭生简历，或象天九其作星，除苍巨属祭不习，即尽星也。言交之不习，象五帝作。礼祭宗庙，须朝暮，亦有4虚为，则祭天元秋向北。即祭地方则向后飞，及社稷之习，皆有明法焉。PG 2501，建武30年2月偶辰上言，即位30年，宜封禅泰山。遗诏书曰：即位30年，百姓怨气满腹，无谁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何事乌72代之边路？二桓公欲封管，众非之。若郡县原潜力上寿，盛称须美必坤，兼令屯田。从此偶臣不敢复言。3月上信鲁，3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使虎贲中郎将梁松等役，祭曰其将。有事泰山，先有事沛陵，盖诸侯之礼也。何欲是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及事之见，不亦沛陵。4注意符前注汉书曰：封者增天之高，归功于天。张晏注云：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祭敬神灵也。向微注曰：封泰山，告太平，生中和之气于天。祭土，未封未复土于泰山，未坛而祭也。礼记曰：因名山生中于天。卢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生中和之气于天也。
东关书载太尉赵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龙，未尝不封。禅，陛下圣的洋溢，顺天行诸，拨乱中心，作民父母，修复宗。妙，救万性命，梨树赖福，海内清平。功成制定，偶司礼官衔，以为宜登封告成，为民报的。百王所同，当仁不让。宜登封代宗，正三庸之礼，以明灵气，望至偶神，以成天心也。注二庄子曰：异姓而亡，封于泰山，单于梁父者70。有二代，其有形赵营恶乐时，凡1800余处。许慎说文序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有形声相异极，谓之字。字者，言资汝而资多也。这于竹帛谓之书，书者也。以弃武帝、三王之事，改易书体，封于泰山者70有二代，米有同焉。注三汉司令曰：天子行有所知，出河，神用白马归避各。一以增题5尺，词用辅2数，9、6声，言1声。设谓罢。TG 2502。今骆驼明水如此者，审归避各一。律在所给词句，即行审词驼穿水，先驱投石，少辅给。规避不满100里者不审。注四卢直注曰：配陵小山陵路配泰山者也。谓诸侯部交天泰山巡绳所考5域之宗，故有事将祀之，先及其见。天子则否矣。泰山庙在亳县，风俗通曰亳县10月4。拜宗名曰河洞，12月河洞，正月解冻。太守节斋亲自执，是作服广1尺，长5寸。祭祀器，取泰山君夫人坐前府30。渠太守拜章，献赐一马，传送洛阳。32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流之久。会命代宗，无甚客用，何异于诚？诚善用之，兼未不蒙。胆。此文乃赵嵩等复案所合洛称文言9世封禅事者。嵩等列奏，乃取焉。一、注意东关书曰：偶臣奏言，登封告成，为民报的百王所同。陛下则拒绝不许，臣下不敢送公述的宴。合洛称书。是汉9世，当巡封泰山，凡36事，复奏左为。陛下遂以重，越令臣尊代越之正礼，奉图洛之铭文，以和灵瑞，以为诏明。上曰：至泰山乃复议。国家的宝，灾异仍至，图谶盖如此。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服方者言皇帝由封禅而后先于世欲。封禅。封禅不长，时人莫之。元丰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是偶如多言不合骨，于是罢诸儒不用。3月，上东上泰山，一乃上10里之泰山巅。2岁东巡海上，求仙人，无所见而还。4月，封泰山。3孔所施用非是，乃密其事。语在汉书交祀。至4 TG 2503。注意郭璞注山海经曰：泰山从山下至头48里200步。注二风俗通曰：石高2丈1尺，刻之曰是天以礼，立身以义，是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4夷八蛮咸来共职，与天济集，人民波习，天禄永德。注3风俗通曰：风广丈2尺，高9尺，下有玉蝶书也。注4东关书曰：上至泰山，有司复奏和洛图记表彰敕。汉9世由着名者，前后凡36事。与博士冲等译以为因。统未决，梨树继命，高宗久劳，犹未中兴。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据3代交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后世谓之圣王。
汉统中绝，王莽到位，一名莫非其臣，持土米不其有宗。庙不祀，时有8年。陛下无实事之资，奋振于匹夫，除残去贼，兴复祖宗，及救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木易，功德胜于高宗。星号宣，星号武，星号王。宜封禅为百姓祈福，请钦定刻实际号文，太常奏一致。诏曰：许。袭小白御封，夷无难之。既是御吕，众迷非焉。拜其诸侯，既是大夫，皆无事于泰山。今与莫小子寻迹封禅，额薄而任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于的承红叶，地尧善吉。子孙之于赏，盖应屠戮，当的是当。惧于过差，直得不弘，信道不笃，为义者所诱禁，后世之无罪深矣。上许梁松等奏。百求原封时封禅故事，亦封禅所适用。有司奏当用方时在类制，坛中皆方5尺，厚1尺，用玉碟书藏方时。碟厚5寸，长尺3寸，广5寸，有玉简。又用石简10枚，列于10磅，东西各3，南北各2，皆长3尺，广1尺，厚7寸。简中刻3楚，深4寸，方5寸，有盖。简用金漏5周，以水银合金以为泥。王喜一方，寸2分，一枚方5寸。方时4角又有巨石，皆在类。枚长1丈 ，PG 2504，厚1尺，广2尺，皆在圆坛上。其下用巨石18枚，皆高3尺，厚1尺，广2尺，如小杯。环坛立之，去坛3步。巨石下皆有。石夫入地4尺。又用石碑，高9尺，广3尺5寸，厚尺2寸。立坛丙地，去坛3丈以上，以刻书。上以用石弓南，右玉及2月封，故照松玉因故封时空简，更加封而已。一松上书征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公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犹宜彰明；奉图书之瑞，犹宜显著。今因旧封，篡继玉牒故时下，恐非众命之意。受命忠心，宜当特意，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鲁去石公，以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已应。公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密，刻方时中，何容玉牒？注1玉及2月者，于书岁2月冬旬寿，至于代宗柴。范宁曰：旬寿者，旬行诸侯所守。2月止卯，故以冬旬寿也。祭山曰凡柴，积柴加生于其上而凡之也。2月，上至凤高，亦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公先上山客。10文曰：为建武30有2年2月，皇帝冬旬寿至于代宗。柴2望至于山川，3班于偶神，4岁进东后。从陈太尉西，行司徒是特进高密侯于等。汉兵2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裸成。侯续在东后，波王12咸来助祭。河图赤服曰：刘秀发兵捕不到，四夷云集龙斗也。4七之计火为主。河图会昌服曰：赤地9世，巡省德中，至平则封，乘河地道孔举则。天文灵出，地其瑞星。帝刘之久，会命代宗，承善用之，兼位。不蒙。是汉德兴9世会昌，寻代皆当。天地符9，崇今之长。汉大兴之道在9世之主。封于泰山，刻石着记，单于梁父。退省考武。河图河谷篇曰：帝刘之秀，9民之士，地行德。PG 2505。封克正。河图题刘禹曰：9世之地，方名盛，持恒具9。
周平天下雨。洛书真要度曰：赤三的昌九世会修福，何地记免克封。孝经公命绝曰：与谁行？赤留用地三。见孝九会修专资节行封代卿。何洛命后经谶所传。习在帝尧聪明命为让与顺数后羿握机。王莽以救后之家。三司鼎足于载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甫又归正之意，遂以篡。汉建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时有8年。杨、徐、清三州手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肩百里。屯聚往往建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黄天眷顾皇帝，以匹数受命中兴，年28载兴兵，兴号起事兴号矣。兴号中，兴号赐朱讨，时有余年罪人兴号，则兴号司的。梨树得居耳田，安耳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轮。周瑜所通，人气所至，米无共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祥序。同律度量衡5修5礼6五御7三伯8二生9一死10至11立各修职，复于旧典。在位30有2年，年62，干日号，不敢荒宁，设为历显清巡梨园，公肃神旨。会去其老，礼数尊古，聪允明术。皇帝为圣河图，洛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单于梁阴。以成林瑞以为。赵明永自一语垂于后坤。百僚从臣，郡守师隐，贤蒙指服。勇勇无极。秦乡李思凡诗书，乐崩李坏。建武元年以前文书。散王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为相况81卷，明者未验，又其10卷，皆不招方。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子曰：赐也而爱其阳，我爱其礼。后有圣人正事务，刻实际。12注仪应少汉官马帝国封禅仪记曰：车驾正月28日发。PG 2506。洛阳宫2月9日到鲁，前守夜者郭坚伯将徒500人至泰山道。10日，鲁遣宗室诸刘及孔氏、辖丘丁氏上受赐，皆诣孔氏宅。赐酒肉。11日发，12日宿奉高。是日前虎贲郎将先上山3岸行还亦至道徒1000人。15日始斋。国家居太守府舍诸王居府中，诸侯在县庭中斋。诸卿、校尉、将军、大夫、黄门郎、百官及宋公、颤公、裸城侯、东方诸侯、裸中小侯斋城外。问水上。太尉、太常斋山隅。马帝国自云：某等70人先知山。于观稽山坛及故明堂公郎官等交4处。入其幕府，观至时，12枚壮国瓶，圆9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5车不能上也，因至山下为屋，号5车石。4为巨石长丈，2星号尺星号广2尺，厚尺半所4枚。简石长3尺，广6寸，状如风茄，长简10枚。一记号石高丈2尺，广3尺，厚尺2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记功德。是朝上山骑行，往往告俊俏，星号步，星号下，星号骑，不牵马，诈步诈骑，且相伴至中。观流马，去平地20里，南向极望无不阴。仰望天关，如从谷。彼仰观抗幻。其位高也，如是浮云；其峻也，石壁窈窕，如无道尽。遥望其人，端如行朽物，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一过。
树乃知是人也。书不可上，四不将卧石上，有清复苏。亦赖积酒府，处处有泉水，木者谓之名。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至也。问道中人，言上10余里。其道旁山斜，大者广8、9尺，狭者5、6尺。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陆路不可见丈尺。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杳寥如从穴中视天。直上7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杠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狭，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中类人矣。所谓魔驱石，门天之难也。初上此道 PG 2507，行10余步一休，烧皮烟唇焦5、6步一休。叠叠巨顿，地步地势暗，前有造地，目视而2弓不随。早时上，星号府，星号星号不星号。后到天门，郭使者的铜物，铜物形状如钟，右方柄有孔，莫能是也，宜封禅具也。得知者汝南赵陵人，姓杨名通。东上1里，余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东北100余步，得封锁，是黄历时即缺在南方，汉武在其北。20余步的北垂圆台，高9尺，方圆3丈所，有2壁。人不得从，上从东壁上。台上有坛，方1丈2尺所，上有方石，四围有巨石，四面有缺。香坛再拜，夜人多至前物坛上，亦不扫除。国家上见之，则诏书所谓作。离酸枣狼藉，散前处数百，必伯具道士武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至离藻前于道以求福，即此也。东山名曰日关，日关者积一名石，见日始欲出，长3丈所擎。观者望见长安，无观者望见会稽，州观者望见星号，其西星号星号松，山星号。北有石室，盘以南有玉盘，中有玉龟。山南携神泉饮，之极清美丽人。日入下去，行数环。日暮时婆语不见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道有人，乃举足随之。以至天门下，夜人定。以注2风俗通曰：代者胎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之交，星号云，星号处时星号而出星号，夫寸而合，不重朝而媚与天下，为泰山乎？故谓5岳之长耳。注3孔安国书注曰：九州名山，大川、5岳、4渎之属，皆一时忘记之。安国又曰：欲以尊卑祭之也。5岳是3公，4渎是诸侯，其余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注4孔安国曰：偶神为丘陵粉眼，古之圣贤皆祭之矣。注5孔安国书注曰：同星号阴，星号星号阴，星号律也。度丈尺，量豆壶，横斤两也。PG 2508。注6孔安国曰：公侯伯子，南朝聘之礼。范宁曰：吉凶兵君家也。注7范宁曰：吾等诸侯之锐归避也。注8孔安国曰：诸侯世子直勋，公之孤直玄，附庸之君直黄。范宁曰：玄勋黄3姑所直。注9范宁曰：高燕也，卿直高，大夫直燕。注10至也，是所直。注11范宁曰：总位上所直之以为治者也。注12封禅仪曰：车驾19日之山于国家居庭，百官星号部，星号星号列星号也。此日山上云气成宫阙，百官并见之。21
日气生时，白气广一丈，东南极望至浓厚。时天清和无云。瑞，命偏黛玉之瑞，以日为应也。22日辛卯辰，辽祭天于泰山下南方，偶神皆从用乐。如南郊，一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裸成君，皆助祭卫士也。20毕，将生风。或曰：泰山虽已从10余柴祭，今轻生告公，已有礼记。于是使业者以一特生于长祠泰山处，告辞泰山。如青耕、出流、先祠、先农、先于故事。至时时，欲辇升山。3日中后到山上更衣，4早不时即位于坛北面。偶臣以次，臣后西上必位升坛。5尚书令奉玉牒简，皇帝以寸2分玺。清风之气太常命人发坛上时，6尚书令藏玉牒以复10副。契尚书令以5寸印封10简。7事毕，皇帝再拜偶臣称万岁。8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9注意封禅仪曰：臣记也。日高3丈所，樊辽星号，樊辽星号焉。正北星号也，星号星号向星号。PG 2509。注2封禅仪曰：百官各以次上。郡除辇300，为贵臣。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不上，少用辇。辇者干。保州里注曰对于曰辇。注3封禅仪曰：国家欲守辇，人晚升山，至中官修虚。于复上。注4封禅仪曰：须于偶臣必就位。注5封禅仪曰：国家台上北面，虎贲必己台下。注6封禅仪曰：邹齐3000余人发坛上方时。注7封禅仪曰：以今未省，以10星号，3星号星号为星号简。东方、西方各3简。简中时泥及坛土，色赤白黑，各一如其方色。注8封禅仪曰：称万岁，应动山谷。有气属天，遥望不见山巅，山巅人在气中，不知也。注9封禅仪曰：封必有卿，召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数百人为持行，相逢推，百官连延20余里。道颇小，深溪高，安数百丈。不从匍匐斜上，其尽炬火，只易落翼。不从处极大。时声正欢，但欢实际相应何者？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饭后到，百官明旦乃泣。其中老者气烈不行，正卧岩石下。明日，太医令傅尊问起居。国家云：昨上下山，欲行破前人。欲修则后人所道，道峻危险，恐不能渡。国家不劳，百官以下。路卧水饮，无一人搓碟，无一人疾病，岂非天邪？泰山绿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风灯，清艳温和。明日上寿。4百官省。是必发，目宿凤高30里。明日发至梁府90里细生。25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偶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1注意符前曰禅，广土地。象威曰除地未善。后 PG 2510。百善曰禅，神之矣。封禅仪曰：功效如彼，天应如此。偶臣上受，国家不听。4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32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傅伯凤高迎戊初元年租处履。以即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喜印封之。已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宜太尉奉馈矣。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事之下。2注仪上书于典曰：规格于一祖，用特。注2元宏曰：夫天地者，万物之官府。山川者，云雨之。丘墟
万物生岁，则官府之功大。云雨湿润，则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则功配于天地；则留一国，则德合于山川。是以王者经略，必以天地为本；诸侯庶职，必以山川为主。体而象之，取其陶玉；礼而告之，归其宗本。书曰东巡狩，至于代宗柴。传曰郊祀后祭，以其农事。夫巡狩官化之常事，其农府民之定业，由结成阴间，以告昊天，况创制改。物人神亦听者乎？夫揖让受中，必有志得于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于万物。是故王者出击，则有封禅之事，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东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灵气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所宅。崇其坛场，则谓之风；明其代兴，则谓之禅。然则封禅者，王者开物之大理也。俄不周洽，不得着一丝事；公不弘济，不得访思礼。况二亦有其道至高。故自黄帝尧舜至三代，各异的封禅，未有终修其理者也。虽记星号职、星号体、星号之君，实有功德，此概率复旧业。增修 PG 2511，其前正不得养其造国，同服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凡；天地一简，其理上直。故借用白毛为其成素，弃用桃袍，取其意从。然封禅之理，简易可也。若夫星号白、星号时、星号含玉蝶，非天地之性也。PG 2512，后汉书至第八。祭祀中北郊明堂辟，雍陵台迎契曾祀六宗老子。是年初迎北郊明堂一辟雍二陵台为用事。3000吕太后于元，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当配地郊高庙。禹在光武纪4注意周礼考公记曰：周人明堂度9尺之言，东西9言，南北7言，堂重1言，武士凡事2言。郑玄曰：明堂者，明正教之堂。周度以言，一王者相改。周堂高9尺，阴3尺，则下1尺矣，相参之数也。孝经元神器曰：明堂上圆下方，八通四达布政之功，在国之阳。晏子春秋曰：明堂之治，下之温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漏，是民之节也。吕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3等，以见简洁也。前至武帝欲置明堂奉高旁，为明其制度。济南人龚玉带上皇帝时明堂图，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环公园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以拜礼上帝。于是作明堂问上，如带图。新论曰：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上元法天，下方法地，八法八风，四达法40，九世法9州。12作法12月，36护法36雨，72有法72风。PG 2513，东京赋曰：父庙众屋，八达9房。薛纵注曰：八达位，是有八也。堂后有9室，所以异于周制也。王龙汉官篇曰：是古者清庙茅屋。胡广曰：古之清庙，以茅盖屋所，以是简也。今之明堂，茅盖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星号2星号，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象毕原，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谓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谓言雍也，雍天下之。夷则故谓辟雍也。
王志曰：天子辟雍，诸侯叛公。外援者，御史官者平，君也。又欲言外援内方，明德当元，行当方也。辛号3，辛号李韩文。家曰：礼，天子临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回星，陆之验，征六气之端，应神明之变化，因日气之所验，为万物。或伏于无方之源，招太极之清泉，以与稼穑之根。仓廪实之礼节，衣食足之融入。天子的灵台之星号礼星号，则五车三柱，民志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无至寒暴暑之灾，陆则山林，河尽丰壤。故东京赋曰：左至辟雍，右立灵台。薛纵注曰：于星号之，星号星号上星号班教曰明堂，大和乐设享者辟雍，私立祭后节气者曰灵台。蔡邕明堂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事，殷人曰仲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亦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明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星号焉，星号皆曰太庙。仅承天随时之令，昭令的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启尊老敬长之义，显教诱诲治之学。朝诸侯选造事于其中，以星号明星号。制度，生者成其能而治，死者论其功而祭。故谓大教之功，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悉心拱之，万象异。PG 2514之。星号正，星号教之所由生星号专，星号受作，星号变化星号之所。星号自星号由星号来，名异同也。故言明堂，是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茂，则曰清庙；取其正事之茂，则曰太庙；取其尊崇星号以星号，则曰太室；取其星号堂星号向明星号，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源如璧，则曰辟雍。亦明而同世，其实异也。春秋因卢取宋之兼录，则显之太庙矣。明圣王见清庙明堂之意。今曰取告大鼎于宋，纳于太庙。传曰非礼也。君人者将昭的塞为，故昭令的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昭其简也。夫的简而有度，升降有数，文物以记之，声名以发之，以灵照百官，百官于是戒惧而不敢议。纪律，所以星号大，星号明，星号大，星号教也。以周清庙论星号，曰星号之星号。鲁太庙皆明堂也。鲁第四周公于太庙明堂，由周宗祀文王于清庙明堂也。礼记坛公曰王斋地于清庙明堂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礼记明堂谓曰太庙，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见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治理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位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事星号，曰星号是星号第四周公于太庙，以天子礼鸾，升歌清庙，下管相武，所以一鲁于天下，星号也星号。取周清庙之歌于鲁太庙，明星号堂，星号鲁之星号太星号庙，由周清庙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孙者也。一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周入南学，穆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
礼。既保父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人；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耻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成师而问道，语义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谓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善夫士乡里，日中出南为见。九侯门子，日侧出西为，是五国之事；日暗出北为，是地节游。而雅曰：宫中之门谓之为。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门星号。PG 2515。东星号、南星号。门星号称门，西星号门，星号星号北星号称为，故州官有门为之。学师是教以3的守王门，保是教以6邑守王为。然则师是居东门、南门，保是居西门、北门也。之长教国子，与义传宝。父王居明堂之礼参相发明，谓四学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和乐，则遂养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辛至节，祭先师先圣焉。使之养也，是东序，是殿于先老，遂设3老5更之。袭星号位焉。星号言教学使之于养老，由东方岁始也。又星号春夏学，干戈、秋冬学与药皆于东序。凡祭与养老起言和语之礼，皆小乐正照之于东序。又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然则照学皆在东序。东序东之堂也，学者照焉，故称太学。仲夏之月，令400辟卿士之有的于民者。礼记太学志曰：礼是大夫学于圣人，善人祭于明堂，其无畏者祭于太学。礼记昭牧篇曰：四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国礼之处也。太学明堂之东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内。乐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向日辰，故下12宫向日辰也。水环4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得广极四海，方此水也。星号礼记圣德篇曰：明堂9室，以茅盖屋，上原下方，此水星号名曰辟雍。王志曰：天子出征，只有罪反，舍殿于学，以训国告。乐记曰：武王伐殷，星号魏，星号见，星号服。国于今太氏，师鲁宋云，皎皎虎臣，在叛献国。今镐京也。太氏辟雍之中，明堂太氏也。与诸侯叛攻据献国焉，即亡。至所谓以训国告者也。礼记曰：四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孝经曰：孝悌之治，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斯不服。言行孝者则曰明堂，行悌者则曰太学，故孝经何以为一义，而称镐京之师矣。明之，凡此皆明堂、太氏、辟雍、太学是通星号文星号合之意也。PG 2516。其制度数各有所法。行方144尺，坤之侧也。屋圆屋径2，116尺，干之侧也。太庙明堂方36丈，通天屋径9丈。阴阳96之变星号，且星号也星号。圆盖方载星号6、星号9、星号6、星号之道也。8榻以象8卦，9室以象9州，12宫以应辰。36户70。二有以4户星号9、星号8、星号有成9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是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81尺，黄钟99之10也。28柱列于四方，亦7宿之象也。行高3丈，星号1、星号，以星号应3筒，
四乡五色者，象其形。外广24丈，应1岁。24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祝四元弘祭曰：夫越人而臧皮者，非增于彼也；亲妻儿家喻者，非优于此也。楚秦之情疏，故公私之心意也。圣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知礼开公私之徒，则隐晦之义者，而亲尊之道长矣。古之人以为先君之体，由今君之体推进以之远，则先后异君也。而况彰其大恶，以为贬黜者乎？北郊在洛阳城北4里，谓方坛4壁。33年正月辛未，郊别4地旗，为南面西上高皇后佩，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里有神从时，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中月在位，4月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四渎河西，冀北，淮东，江南，哈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4壁坠及中外营门封神，如南郊，地旗高后用犊各1头，5月共牛1头，海4犊共牛1头，偶神共2头。奏乐亦如南郊，祭送神一组10余坛北。注一张星号，当星号凡星号记云，城北6里。袁山松书曰：行夏之时，阴季之日，西升上黑耳。PG 2517。明帝即位，永平2年正月辛未初祀武帝于明堂，光武帝。嘿，依武帝座位堂上，各处其方。皇帝在位，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清帝之南少退西面，升各1渎，奏乐如南郊。卒谥，遂升灵台，以望云雾。2. 祝一孝金云宗嗣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正玄曰上帝者，天之别名。神无二主，故亦其处必后继也。祝2杜预祝传曰：云雾气色灾变也。速察夭祥，命位之备，迎时气五交之兆。自永平中，以礼称及月令有五交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召五交于洛阳4方。中诏在位，坛阶3尺，皆五等。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清帝俱忙。一车其服饰皆青，歌青阳8邑5云桥之舞。即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间各有差。注1月令张句曰：东郊去18里，因木树也。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一车其服饰皆赤，歌诸名8邑5云桥之舞。注1月令张句曰：南郊7里，因火树也。先立秋18日，迎皇陵于中诏祭皇帝后土。一车其服饰皆黄，歌诸名8邑5云桥欲命之舞。2. PG 2518。注1月令张句曰：去邑5里，因土树也。注2卫士庙习议曰：汉有云桥欲命之舞，不知所出。就以4天，今可兼以云桥4元秋，兼以欲命4方则。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入收。一车其服饰皆白，歌西号8邑5欲命之舞。始业者以一特生先祭先于坛，有是天子入右舍生，以祭宗庙，名曰出流。禹在礼仪志。注1月令张句曰：西郊9里，因经树也。立冬之日，迎东于北郊，祭黑帝玄明。一车其服饰皆黑，歌玄明8邑5欲命之舞。2. 注1月令张句曰：北郊6里，因水树也。注2献帝起居注曰：建安8年，公卿迎弃北郊，使复用。8邑。黄览曰：迎礼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据冬至日46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8里，堂高8
使唐币星号3星号8星号等。清税8成，其毛上清，田车在毛号。约祝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宅，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46日，则天子迎下于南唐，距邦7里，唐高7尺。唐币星号2星号7星号等，是税7成，其毛上赤，田车在己，号约祝天养。唱之以征，舞之以谷物，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46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9里，堂高9尺，堂阶9等。白税9成，其毛上白，田车在滨，号约祝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7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46日，则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6里，堂高6尺，堂阶6等。PG 2519，黑税6成，其毛上黑，田车在甲铁谋，号约祝天珠。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章帝即位，元和2年正月，诏曰：山川百神，应祀者位。晋其义增修偶祀以享祀者。1注意东官书诏曰：今称至元祀，贤至无闻。纪法公事于民则祀之，以死秦氏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星号以星号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足也，不在祀典。传曰：圣王先成名，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则水旱利益之灾于是乎？用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用之。孝文12年令曰：彼年五谷不登，欲有以增诸神之祀。王志曰：山川神只有不举者，谓不敬。今孔山百神应典祀者，尚未尽至，其亦增修偶祀以享祀者，以其丰年，以至家福矣。郭兆明是不云乎？环柔百神，集合乔乐。有年报公不司信望，启贤同祠，其意一焉。2月，上东巡狩，将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仪太牢祠地遥于即阴城阳陵台。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坛照，兴卫柴祭天地，偶神如故事。人参宗祀武帝于孝武所作问上明堂，光武帝配。如洛阳明堂星号4星号李星号。唯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于明堂，各仪太牢。卒谥遂晋东后，享赐王侯偶臣，因行郡国，姓鲁，辞东海公王及孔子72弟。子4月，还京都。庚申，告至慈高庙，世祖各仪特牛。又为灵台12门作诗，各以其乐祀而奏之。何帝无所增改。注遗汉晋春秋曰：缺礼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鲁城中 PG 2520，帝生庙西面，偶臣中庭北面，皆在拜。帝进爵而后坐。东关书曰：此礼毕，命儒者论难。安帝即位，元初6年，以上述欧阳家说，谓六宗者在天。第四方之中，谓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谓六宗义六子。之气日月雷公伯山，则者谓非是。3月庚辰，初庚。第六宗，祀于洛阳西北虚亥之地，离比太社也。1注1月令孟东齐于天宗。卢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书曰：司空李何氏辞南郊，不见六宗祠，奏曰：按尚书祀。类于上帝，因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
助阴阳，化成物。汉出甘泉，焚因天地一阴宗。孝成之时，匡衡奏立南北交。四父祠六宗，即王莽为六宗，亦六子也。建武都洛阳至四，无道祭六宗，由是废不血时。今宜复旧制度，制曰夏公、清义、武官将邢弘等31人亦可祭，大鸿胪庞雄等24人亦不兴号，可兴号当祭。上从何意，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意，自福生及乎后代各有不同，今并抄及以正其论云。余书曰：四类于上帝，因于六宗，望于山川。福生，马融曰：万物非天不复，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因于六宗，此之谓也。欧阳河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为天，下不为地，傍不为四方，在六者之贤，助阴阳变化者也。孔安国曰：今亦以享位之阴，宗尊也，所尊祭。其四有六，蛮少劳于太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PG 2521，王公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用祭星也，余用祭水旱也。因于六宗，此之谓也。孔从曰：宰我问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国之说。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说，则后儒无复分。然文炳按刘兴曰：六宗为水、火、雷、风、山，则也。贾逵曰：六宗为日宗、月宗、星宗、代宗、海宗、河宗也。郑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也。星无为也，辰为日月所会12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5地，四星也。风师基也，雨师毕也。晋武帝初，司马绍同表。我之曰：臣以为地在于类，则阴者非天；山川属望，则海带非宗；宗由包山，则望何至焉？夫与星回失其意也。六合之贤，非治典所及；六宗之术，非一位之名。阴阳之说，又非一也，并无为以为一，分文昌矣。魏二姬必既属于臣，风师、雨师复特谓魏玄之师也。安国按纪法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移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为六宗。四时寒暑日月息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传曰：山川之神，则水旱利益之灾，于是乎用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用之。又曰：龙见而鱼。如此，用者四日月星辰山川之名，渔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称也。雪霜之灾，非夫用之所攘；渔祭之礼，非正月之所期。周人之后说有余之典，故于学者谓禁欲也。且类于上帝，即理天也；望于山川，用所及也。按周礼云：号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又曰：赵武帝于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无六宗之兆，纪法之纪，天、纪地、纪时、纪寒暑日月星、纪水旱、纪四方及山林川。古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足也不在四典，复无六宗之文。明六宗所因，及纪法之所及；周礼之所祀，及于书之所宗，不宜特复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 PG 2522，宗国之职，长欲作六器，以理天地四方。以苍壁理天，以黄从理地，以清规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属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属也；
四方之宗者，45帝之属也。如此，则偶神贤智而无废百，理昧修而不独，于理未通。幽州秀才张毛右上书曰：焉于六宗，星号理，星号四，星号足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礼及礼记。王至，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弥。群兽四方，尽诸侯，规格于祖弥，用特。尧典义曰：四类于上帝，因于六宗，望于山川，媚于偶神，班瑞于偶后，四晋东。后骂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群兽一岁以周，而乃规格。于一祖，用特。臣以上书于李王志，同是一义，福气相合。因于六宗，正为四祖考宗庙也。文祖之庙六宗，即三朝三暮也。若如十家之说，既个意义，上下违背，且没乎祖之理。考之理，考之四典，尊卑失序。若但类于上帝，不因祖弥而行，去十步。星号即星号告星号归何以格？以此推之，较然可知也。礼记曰：夫正必本于天，尧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尧帝，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星座，降于五祀之谓制度。又曰：祭地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庙，所以本人也；山川所以宾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之焉；礼行于社，而百祸可及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福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五祀，一之修而礼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尧舜祭三代之教者，在祭典。首尾相正，皆先天地赐祖宗，而后山川偶神耳。故礼记法曰：七代之所更变者，地交宗祖。明顺受中文祖之庙，察玄机。考七正，神以天命之定，遂上交庙，当议和尧典，则周公其人也。交祀后既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 PG 2523内各以其职来祭者也。居其位，设其事，交天地，公偶神之礼。群受天下而宜其祖宗，恐非有余之志也。五岳氏三公，四渎氏，诸侯皆以按先儒之说，而以水旱风雨先五岳四渎，后祖考而自上帝，错于四类而乱四典，臣以11家皆非也。太学博士，无伤以为阴之言焉也。三季皆积产而时生体焉，以生焉而抱阳，非祭宗庙之名也。正所以不从诸儒之说者，将欲据周礼。因四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终、司命、风师与师凡。八而日、月并从交，故其余谓六宗也。以书因于六宗，与周礼事相符，故据以为说也。且文昌虽有大体，而心明义，其日不同，故随事记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记其第四、第五，此谓周礼。复不知文昌之体，而又妄引以为司终、司命。即第二星既不系于臣，且同是随事而记之力，又无贤于所系者。范宁注于书曰：考官西义，各有说难。正是证据最详，是以复之。按六宗西义，谓之孰是。与喜别论云：地有五色，太设想之。总五位一则成六，六位地数。推效经句，却无地记，则记地。陈昭曰：六宗分云：西氏互起，竟无全通，亦难偏折。立变硕如，终未挺正。康成建宗，事多复焉。何格尔志，宣尼所许，显其一说，亦何伤乎？窃以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于典守载，弥久弥盛，此宜学者各尽所求。
陈昭位于席以祭地进的其实，而分比五色和五味六右部，通音更成一昧。荀于书所称四类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地是天神之极，举地则天神司敬日月星辰从可知也。因于六宗是实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星号六星号是地数之中，局中是以该数社稷等四从可知也。天称神上，地表数中仰观俯察，所以谓义。宗者重尊之称，思义尽尽之谓也。因也者埋祭之言也，实亦埋之意称非洲焉之祭也。PG 2524。夫至自设神，必以今之事，今之事即古之神，所以设祭诸自莫不以神为体。余书不同，四名司葛。周礼改焉，因行两义。余书改土，正原记忆。此焉非宜，以为可了，其六至宗更为谤祭乎？风俗通曰：周礼以为有聊，四司星号，命星号星号中星号，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有者积星凡柴也。今民由此司命耳，刻木长尺2寸位。人上行者属茄中，居者别作小居。其地大尊重之，汝南诸郡。亦多游者皆祀以朱绿以春秋之月。延光3年，上东巡狩至泰山柴祭及辞问上明堂如元和星号3星号星号2星号年故事。顺帝即位，修凤长寺。桓帝即位18年，好神仙事。延熙8年，出使中常侍之臣。国苦献辞老子。9年，亲辞老子于卓龙。文纪未谈，是纯金寇。器设华盖之作，用教天乐也。PG 2525。后汉书至第9。祭祀下宗庙设祭灵星先农迎春。光武帝建武2年正月，立高庙于洛阳。14时辖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于第40春以正月，夏以4月，秋以7月，冬以10月即腊，1岁5祀。3年正月，帝亲庙洛阳，四赴南顿军以上至冲陵截侯。时寇贼未夷，方务征伐，四夷未赦。至19年，盗贼讨除，荣氏插袭，于是武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福奏议，李为人子是大宗，降其司卿。礼之设施，不受之与自得之意义。当除今清庙寺。孝宣皇帝矣。孙后祖为复立庙于凤鸣，曰皇考庙，独偶陈氏祠。院下有司，亦先帝寺庙当代清庙者及皇考庙事。夏公卿、博士、一郎、大司徒舍等役，移奉所带，立平地、哀地、成地、元帝庙。代今清庙。兄弟以下时有司祠，一位南顿军立皇考庙记上。至冲陵截侯，偶陈奉祠，时亦有意不着。尚可设等役，诏曰：以宗庙处所未定。且辖祭高庙，其城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冲陵岁10个，且因故元庙祭祀。2元庙去太守至所远者，在所令常形态。首饰是祠。3为孝宣帝有功的，其上尊号曰中宗。于是洛阳高庙40，加祭孝宣、孝元、凡5帝。其西庙城哀平3地主40祭。于故高庙。东庙今赵隐士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灵庙之礼。南。PG 2526。论军以上至节侯，皆旧元庙。南顿军称皇考庙，巨鹿都未称皇。祖考庙，玉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在所郡。县氏祠注遗汉旧遗曰故孝武庙。古今注曰于洛阳孝官。立之。注2古今注曰建武18年7月，时中郎将耿尊至皇祖。庙就卢稻田。
祝三如纯曰：宗庙在张陵，南阳太守称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诸侯不得祖天子，凡临祭宗庙，皆谓是辞。26年，有诏问张纯，地辖之礼部施行几年？纯奏：礼3年一辖，5年一地。毁庙之主，臣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和时太祖。5年在阴祭。旧制3年一辖，毁庙主和。时高庙存庙主未尝和。元师5年，始行地礼。父魏昭南向，子魏穆北向。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一地之谓炎帝。帝是穆尊卑之意。以下4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亦辖以冬10月五谷成熟，故谷肉和饮食。祖宗庙未定，且和祭今已以时定。语在纯传。上南复立庙，遂以和祭高庙。未尝。后以3年冬辖5年夏地之时，但旧臣祭毁庙主而已。谓之因。太祖东面会文武，元帝魏昭景，宣帝魏穆。会